美国华府智库头一届针对台海战争用到核武的状况进行大规模的推演。15届的推演当中，结果美军敢若有5届有法度打败中国。另外，咱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的战车，第一批38台团工今日夜暗就运到新竹的乌口基地。 代表上强战车传出来到台湾，国军向美国买的108台 M1A2T 战车，头一批38台交予长荣货运载运。15透早运来台北港，上面当看到货轮已经挖港，有计暗时下会用重型拖板车运去新竹陆军乌口基地，下伫明年春节了后展开换装训练。 国军过30年，搁一摆接装新战车，强化北台湾的防卫能力。另外，国防部15发布，整合攻击4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2架次，加上强舰6架，继续伫台海4区域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 共军顶日伫台海西太平洋部署大规模兵力，相关台海情势紧张，也继续扩大核武。美军摆检判，中共2030年恐惊有1000粒的核弹头。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甲麻省理工学院，模拟2028年台海战争进行兵推，到头一摆投入核武，结果显示15摆兵推，美国只集体共军5摆。 一旦两岸真的出现兵戎相见，美方是不是真的会出兵援持，甚至是以核子武器威吓中共，都是未知数。但是战场就在台湾，伤害最大的就是台湾2350万人民的生命。习近平也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到核子武器用不得，我认为在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是接近于零的。 有立委认为，中共在台海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无大，不过兵推显示，共军主动使用7摆核武，也有5摆成功占领台湾。另外，中共入侵台湾处理下放的时，上有可能动用核武。兵推报告指出，美军强化核武能力无法度吓惊中共。学者分析，美军加强远距打击中国本土能力，会当带来更加大的吓阻力度。 特别是让中国，它必须迫使它必须把这个作战能力转移回到本土去，防范美国的这种远程精准打击能力。那这样呢，就可能有这个吓阻中国这个军事行动的效果。兵推报告认为，美国应该甲盟友共同参详，和中共收手的妥协方案。学者表示，国军也爱加紧下步投入无人化自主系统研发，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加强高兵作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